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有一个太太，透早6点外骑乌多摆到花坛一个路口，甲一台要正月的汽车造车相下撞。这个太太连人带车，互大车后轮交过，当场死亡。这个太太一透早是要到后生所开的自助餐店去帮忙，所不幸发生着车祸，家属真伤心。 一个负责人骑乌多摆直行，倒边这台租车开始正滑，结果车头去弄到这个负责人的乌多摆。到落呀啦！这个负责人连人带车和这台租车后轮交过，当场无命，看到人拢着惊。听到迄个弄掉的声吼。嘿啊，甲看到哇，看一个结果无。 车祸地点伫中华花坛乡中山路甲环汇路口，警方调查，这个负责人透早骑乌多摆要去因后生开的自助餐店斗相共，想不到伫半路发生车祸。大家拢咧无去，警察家己来就安尼啊。后面右转。阿嬷是对倒来？我都无看到伊啊。是啥物时阵发现的？听到声我就动来啊。 这个负责人的孙仔表示讲，阿嬷逐工拢来店内斗相共，搁家己种菜摕去店内，虽然出来人爱几户困，不过阿嬷拢用袂掉。 就是帮忙挑个菜啊，因为他骨头也不好啊，我们都叫他不要动，他也会觉得很无聊吧。负责人要甲亲人斗相共，真不幸发生车祸往生，家属真艰苦，只望讲警方查明车祸的真相，好因一个公道。